呢度係黃大仙中心百樂金蓮酒家。黃大仙都有幾間，都有7、8間酒樓嘅，但係呢間百樂金蓮咧就係啲價錢好啲咯，啲嘢食又好啲咯。嚟緊父親節可以喺度食下嘢啊！睇下咩食先。外賣小菜69，128蚊兩個。佢啲包好似唔係預製包喎，食包飽啊，健康啊，食包。我試過喺度食晏晝食炒鴛鴦飯都幾好啊，啲嘢。有啲酒樓喺黃大仙又話求其炒到凍冰冰嘅，啲嘢唔好食嘅。呢間 OK 啊，啲嘢食。佢啲艇仔粥就唔會，唔係係咩皮蛋瘦肉粥啊，公道啲咯，真係有皮蛋有瘦肉喎。哇！頂佢個佛哥仔太子，冇皮蛋冇瘦肉都收18蚊。最少佢啲粥啊煲得夠傑啊，皮蛋又夠，瘦肉又夠。飲茶基本上如果你2個點斟1個粥都好飽啊，食唔落其他嘢啊。飲茶其實想講個氣氛啫，悶悶地啊，茶口又多人坐喺度。喺黃大仙幾間酒樓都係慣咗去呢間係好嘅。